后个月9月初3，就是这个军人节，国防部筹办袂少庆祝的活动。为明仔载开始，要伫个北中南3个所在来举办着职棒开球，有1万个官兵的眷属做伙来参加。后礼拜六伫个台北，阁有大型的活动，由咱华视新闻的主播方叶涵来主持，要邀请大家拢来参加，大家做伙来支持国军。热血在跳跃，追逐梦想没极限。少年查某囡仔经过训练了，变成阿发青的女美官，影片、唱歌拢是家己来。自信与勇气重叠，汗水让成长更美。国军官兵自这立体动画影片顽强自信，这是为了93军人节。我是新闻主播方叶涵，伫8月24日台北会甲民众互动。会有这样的气球，在我们跳舞的互动当中呢，也会发送给现场观赏的小朋友，一起欢庆93军人节，勇敢同行一起秀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受到欢迎活动，像较早有职棒开球大北国旗，这摆嘛是有，为8月10日开始分别伫桃园、台中、高雄做伙办理开球的活动，嘛有几万名的官兵眷属做伙同乐。9月初3进前，表扬大会爱心活动电影特映会，到迄一天穿军服上街路上庆。也鼓励干部从本身做起，愿意穿军服上街从事休闲娱乐，不仅让穿军服成为象征荣耀的服装，也以身为军人为荣。庆祝军人节，国防部办各种活动，就是要国军对身躯穿的这领军服感觉骄傲。